如今魔教死灰复燃，我辈更当同心协力。于观主，你是福威镖局灭门惨案的目击者，还请还原一下当时的情景。左盟主，当日我带领门下弟子途经福州。爹，里面好像出事了，进去看看。那边是。令狐冲，令狐冲杀死临镇南后，负伤逃走。岳掌门，对此事，你有何话说呀？镇南兄本来武功就不弱，门下又有几十名镖师，即使是区区在下，也未必能够保证全身而退。小徒单枪匹马，怎么能够将他们赶尽杀绝？更何况一个活口都没有逃出。倒是于观主，你的门下精英尽出，千里迢迢从四川跑到福州，这既有灭门的实力，又有作案的嫌疑啊！岳不群，休要往贫道身上泼脏水。令狐冲无缘无故跑去福州，难道不是你幕后指使？不错，凌平之本来已经准备投靠我们嵩山派门下，却被岳不群蛊惑，拜入了华山派。基于剑谱之心，昭然若揭呀！啊，好吧，既然这么讲了，那就请当事人全进来吧。半个月前，镇南兄来信，希望能请我出面，为嵩山派和福威镖局进行调和。因此，我才派3个徒儿先行前往福州。我和镇南兄相交数十载，如果真贪图他的剑谱，也不会等到今天。岳掌门绰号君子剑，他的品行人人皆知，贫道绝不相信他会做出如此丧心病狂的恶行。拜入华山，是晚辈心甘情愿。我师父他光明磊落，比起那些口蜜腹剑的小人，强上100倍。就算不是你幕后指使，难道不是令狐冲临时起意？他勾结魔教，连王元霸那等高手都被袭杀，对付一个福威镖局又有何难？于老狗，信口雌黄，你就不怕遭天打雷劈吗？冲儿，依林，师父，师娘，冲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可担心死了。弟子没事，那就好。弟子拜见师父师娘。令狐冲拜见各位师叔师伯。打死你！师太，万万不可！你毁了我衡山派的清誉！你师父，不是这样的，真的不是这样的，师父。五岳剑派弟子，果然是相亲相爱啊！于沧海，你还敢到衡山来啊？老夫不来，天下人又怎知你灭门夺剑谱的恶行呢？你颠倒黑白，你也配称宗师2字？林家满门都是被你杀了，你就不怕他们来找你吗？
小畜生，休要栽赃嫁祸，血口本人。今日贫道就替华山派清理门户。来，进去。快走！后来我们在衡山迷了路，就一直耽搁到现在。原来如此，来，快起来。令狐失职，贫尼错怪你了。于沧海，你搬弄是非、挑拨离间，到底是何居心？师太，切勿动怒，先搞清福威镖局的事情。日后我再跟你算账。虫儿，福威镖局的真凶，你可知道是谁啊？弟子对华山派的列祖列宗发誓，林家满门是被于沧海和他的青城派弟子所杀。如有半句虚言，令狐冲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这小子倒打一耙，颠倒是非，大家不可相信他。你说林震南是于观主所杀，那么你的剑为什么插在他的身上？那日我撞破他行凶，不是他的对手，长剑被他击落了。林总镖头舍命保护，我才得以逃脱。明明是我独教蓝凤凰将你救走的。那日我被你追杀，是被他所救，但是……别说了，你承认勾结妖女就好，不用再狡辩了。原来蓝凤凰说的是真的。劳德诺啊，你说什么？大点声说出来，不得隐瞒。但说无妨。启禀左盟主，在福州时，我和小师妹撞上蓝凤凰。他说，已经和大师兄定了亲事，辟邪剑谱就是聘礼。那是妖女为了得到辟邪剑谱才这么说的，师弟师妹千万不要轻信啊！这么说，你还真知道辟邪剑谱的下落？林总镖头是有遗言，让我带给平之。是否关于剑谱，在下不得而知。什么遗言？什么遗言？虫儿，既然是镇南兄的临终遗言，待无人时，你只告诉平之一人即可。是师父。君，你分明是想独吞辟邪剑谱。此时此刻，大家讨论的是林家灭门悬案，请各位收敛一下对剑谱的垂涎之心。那日他和我交手，令狐冲所使那里怪异邪门，定是令狐冲得到了辟邪剑谱，已经开始偷偷练习。
我身受五毒教2种剧毒，有幸结识江湖一人，才暂时将剧毒压入内力中。你有没有练辟邪剑谱？一试便知。蓝凤凰已经被我们擒住了。要想知道令狐冲在私底下跟他有没有勾结，带上了一问便知。余观主，刚才你说王元霸死于谁的手中啊？哎，那天王老爷子去追蓝凤凰，被东方不败截杀，我们2个当场所见。哦，是吗？我和余观主来晚了一步啊，没有救活老爷子。原以为只有我们这些邪魔外道才会撒谎骗人，没想到你们这些名门正派的高人也擅长此道，而且声情并茂，言之凿凿，怕是连自己都信以为真了吧？今天我算是见识到了五岳剑派的厚颜无耻、卑鄙下流。再说我割了你舌头！你是怕我将你和于沧海杀死王元霸的事情说出来吧？冲儿，大师兄，于老狗，杀人灭口啊你！贫道不想听他的胡言乱语、栽赃假货。当时我施展缩骨功，躲在酒坛中。将你们2个的卑鄙行径看得一清二楚。丁面和于沧海定是早有预谋，夺取王元霸性命。紧接着，他2人故意以言语使王元霸放松警惕，不着痕迹地靠近王元霸身旁。于沧海趁此以摧心掌击中王元霸的心门要害。丁年为了杀人灭口，还杀死了金刀门2名弟子。狗贼，我跟你们拼了！别冲动！大家不要乱！妖女垂死挣扎，企图混淆视听，大家不要上当。左盟主，
不利言论对华山派就是证据，对嵩山派就是污蔑。此言未免有些太偏颇吧？令狐师之说的没错，难道左盟主也要包庇同门吗？妖女，我废了你！呀！欺负一个没有还手之力的弱女子，还真是嵩山派的拿手好戏呀！令狐冲，你要为这妖女出头吗？我们这么干，跟魔教有什么区别？大胆！你要把五岳剑派比作魔教吗？你和费斌的所作所为更卑鄙，真是五岳剑派的耻辱。你见过费师弟？费斌凌虐刘师叔和曲老伯，更企图对夷陵师妹做不耻之事。还真是和丁勉是一丘之貉呀！夷陵，可真有此事？嵩山派真的以为我们衡山女尼是好欺负的吗？他们两位现在在哪里？刘师叔和曲老伯已经驾鹤西去，费斌恶有恶报，死在回雁峰了。是你杀了他们？我哪有那么大本事，杀得了大松阳手啊？师伯是被一个不知姓名的白衣人所杀害的，与令狐师兄无关。给柔振峰和曲阳出头，一定是魔教中人。这就奇怪了，杀了他们两个，放了你们两个，是不是在私底下你们跟魔教也有勾结？左冷禅，你欺人太甚！左盟主，华山派的确是人少势微，但是也绝不允许任何人肆意污蔑。令狐冲，要想证明你的清白，你必须做一件事，请左盟主吩咐。当着众师叔的面，对这妖女必须开膛挖心，对上天的费师弟进行祭奠。你，师父，令狐冲，你还不动手？啊！堂堂7尺男儿，杀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，不是好汉所为。死在这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手里，还不如死在你手里呢。来吧，
给个痛快。婆婆妈妈的，我来！东方不败。诸位，擒贼先擒王，跟我诛杀魔头！上！前辈为何带我来此？魔教贼子猖獗，我怕你遭遇不测，绝无恶意。晚辈和前辈素不相识，莫非前辈和华山有渊源？我跟岳兄是多年的老朋友了。原来如此，还请前辈替我解开穴道，我们去助五岳一臂之力。好。
岳兄武功深厚，他点的穴道，我居然解不开呀！前辈不要管我了，刘府情况危急，还请前辈快去助战。也好，我去就来。好。前辈高明。嘿，演戏嘛，得演全套，否则怎么骗得了令狐冲那小子？难道咱们要弃大师兄不顾了吗？当务之急，我们是要先返回华山，再从长计议。那驼子明显是和于沧海一伙的，大师兄落入他手中，哪还能活命啊？都怪我一时冲动，连累了大师兄，真是该死。平之，他们抓住冲儿，是为了查问辟邪剑谱的下落。冲儿要是不说，他们不会杀他。这些奸恶之徒什么干不出来，就算不杀，也将他折磨死了。此事因我而起，就让我去给大师兄陪葬。谁稀罕你陪葬？上啊！等会儿。冲儿机灵聪慧，希望他能够化险为夷。这是犬子生前的遗物，你俩个头差不多，就送给你吧。前辈，这怎么能行啊？这是我上次送给令狐兄弟的衣服，难道他出事了？果然都在这里。
前辈，林正南说了什么遗言？是不是和辟邪剑谱有关？要杀就杀，别废话。你不说，我就杀了他。你可真够卑鄙的。你要为了本剑谱害死自己的救命恩人吗？只要你交出剑谱，我保证不杀你二人，还与你共享绝世武功，如何？当真？我堂堂一派掌门岂会骗你？倒是你我练成辟邪剑谱，纵横天下。什么魔教、五岳剑派，通通都得俯首称臣。好，不过你先替我把穴道打开，再给我发个誓。差不多，就在附近。于沧海肯定在这屋里。令狐冲兄弟好像被控制住了。令狐贤侄，你的要求我都已经一一办到了，可否告知剑谱下落了？酒不错，鸡太咸了，要不我都吃了。贤侄不要再跟贫道开玩笑了。这简单啊，把他杀了，我就告诉你剑谱在哪儿。那简单。你说什么？动手啊！混蛋，让这小子给耍了！就这点小伎俩还想骗我？什么玩意儿啊！要动手是吧？干脆点儿一起上。令狐冲烂命一条，有酒喝，死也值了。啊！你体内不是有武道一种真气吗？老子再给你加两刀！硬强。
快快快！快跑！不要跑了，小心掉进江里边喂黄吧！快点！糟了，他们过来了！快点，再快点，快快！你快走，咱们小船跑不过他们，我拦着他们。你想让令诸王白白牺牲吗？我拦你一条，不值得你这样。你神性如何？跪一点。够了，跳！他是中了左冷禅的寒冰真气。兰儿，你还记得师父临终交代你的话吗？3石脑神丹是阴损至极的毒药，我下令族人不许再用。
唯独你却偷偷私藏了一颗。师傅，是徒儿错了。当初我就是担心你自食其果，才特意提醒你。本门毒经中暗藏一篇，只有教主才可修行换血大法。可是，修炼换血大法，难道不是至为凶险？稍有不慎，便会走火入魔，血尽而亡吗？必要时，也不得不试了。换血大法可解天下百毒，对于这个阴毒道3尸脑神丹，虽不能根除，但兴许能救你一命，能留一线生机。可解天下百毒，师傅，那便是说此法也能治嵩山派的寒冰真切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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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！换血大法吗？无论如何，我得救他一命。我要试一试。令狐冲，令狐冲！祖师爷在上，弟子岳不群，今日收林平之为徒，愿祖宗庇佑。林平之，你既然已经拜到华山门下，就要恪守门规，不得败坏本派之清誉。倘若日后发现你以本派武功在江湖上为非作歹，力斩不赦。是，师父。林平之谨记教诲，不敢有违。好，平之，见一见你的师哥师姐们。林平之，见过各位师兄、师姐。我终于不再是小师妹了，小林子，叫声师姐听听。岳师姐。
谢蓝教主。声名响久。收敛心神，跟着我的真气路线运行。平大夫在家吗？平大夫，您医术神通，请您救救我这位朋友。我的规矩，你是知道的。杀人济世，先生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求我救人，就要替我杀一个人呐、行。行什么行啊？救我，还得杀一个？开什么玩笑啊！那就请吧。令狐冲，告辞。姑娘，你这朋友视死如归，倒是条汉子啊！这个令狐冲，平大夫，您还认自己是日月神教长老吗？你是什么人？怎么知道老夫的身份？家父人我行。林总镖头是有遗言让我带给平之，是否关于剑谱，在下不得而知。既然是镇南兄的临终遗言，待无人时，你只告诉平之一人即可。奇怪呀，你身上有7道异种真气，这4道是桃谷四仙的。这道是于沧海的，这弱一点的是那木驼子的。先生一语中的，果然厉害。这道带有寒毒的真气，难道是冰蚕寒毒跟百种剧毒融合而成？先生果然是神医呀！此生实属罕见呐，非针灸药石所能奏效。那没有办法了。难说，需我待以时日，好好研究一下。你把它服下，可延你100日寿命。3个月以后，你再来找我。他只剩100日可活了。
的伤势已经痊愈了，换血大法果然神奇。蓝教主的大恩大德，东方无以为报。洞内之事，在下绝不敢向任何人吐露半句，以免坏了蓝教主的名节。你想不认账吗？蓝教主这是何意？我们各自的鲜血，在对方身体中流淌，你中有我中有你，今生今世都不能再分了。你我二人都有性命之忧，实则前世所迫。我们五毒教最重血誓，今生今世，我也不能再嫁他人。蒙蓝教主厚爱，但我觉得婚姻之事，并非儿戏。你就如此瞧不起五毒女子？难道三生老神丹的毒性还没除尽？小小后遗症而已，能保住性命，已经不错了。平大夫虽说可以延寿100日，可谁知道中间会不会再出什么差错？你不如留在这里等他消息。林总镖头托付我给林平之的遗言我还没带到，我必须回华山。况且若真的只能活100日了，我更得回去看看师父师娘，还有各位师兄弟。田大夫医术高明，一定会想出救你的办法的。无所谓了，人各有命。况且这次能认识你，老天已经待我不薄了。就送到这儿吧。令狐冲若是没死，定给莹莹寻一位如意郎君。告辞。傻子，我一定不会让你死的。这次棋差一招，没能将五岳剑派一举歼灭，错失良机了。那日，你明明可以全身而退，为何要拼死救我？里应外合的计划是我提出的。本教主无意和你们纠缠，大家井水不犯河水，各取所需。东方少使希望可以和蓝教主联手，一举歼灭五岳派首脑。如果可以拿到辟邪剑谱，自然会与蓝教主共享。好，就凭你这句话，回去帮我转告东方不败，如果他能替我抓到令狐冲，我就答应联手。紫燕的尸身，怕是找不到了。此事过后，你有何打算？先回云南总坛，跟二妹他们报个平安，然后再积蓄力量，找左冷禅报仇。既然如此，那在下……你跟我一起。可是，你敢不去，我就毁了日月神教的黑木令牌。
爹，娘，我想你了。爹，林师弟他好可怜啊。平儿性格内向，又是初来乍到，难免心生孤独。珊儿，你们在福建曾经共患难过，比本门的其他人感情深一些，所以你要好好帮他。这个岳老儿果然了得，今天我靠得近了些，立刻就被他发现了。他没出手将你留下，已经是你的造化了。哼！你的那帮徒弟把守山脚，至今也没有发现令狐冲的行踪，真是一群废物。你想办法抓到岳灵珊和林平之，还怕岳不群不交出令狐冲吗？住手！小师妹，你到现在还护着这个小白脸？大师兄生死未卜，全是拜他所赐啊！你每天看我不顺眼，就是因为这个理由吗？对，你这个扫把星！六侯，你别这样对小林子。爹也说过了，大师兄的事与他无关。哎呀，六侯，你，小林子，小林子。小林子。